來講，雲林地檢署去年6月是偵辦一宗案件，外籍車手利用高鐵退票這個機制來洗錢。對查到主嫌等5個人的詐騙集團，就是利用高鐵退票機制，佇幾內高鐵站來退票，加26萬的烏錢洗做現金。也專案已經偵查結束，檢方甲這5個人依照詐欺甲洗錢防治法來起訴。全部退嗎？高鐵站人客來去，卻是真多詐騙集團洗錢的場所。檢方去年6月發現一個馬來西亞籍的查甫人，佇雲林高鐵站要摕真濟高鐵的票換現金。調查發現，以4名的查甫人為首的5人集團，利用高鐵退票機制來洗錢，順利摕到26萬塊。檢方立時偵查終結，以詐欺洗錢這罪嫌來起訴。破壞金融秩序，本署檢察官就每次犯行均具體求刑2年以上。5個人大約佇19到23歲中間，檢方大罵因好卡好手，唔去做事趁錢，行歹路，請法院將當來量刑。因對去年6月開始，佇網絡散布調獎的通知，網絡購買實名認證加換人民幣這信息，互8個被害人依照指示用台灣 Pay 來付錢。央個被害人所付這錢是方用來訂高鐵長途商務艙的車票，嫌犯刷來到櫃台退票換現金。不過有一些，即便是這種釣魚啊或詐騙，他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讓你做完成整個支付的這個動作，不一定能夠真的就避免。他利用信用卡或者是銀行的這個轉賬來付款取得這個物件，那但是他在網絡上操作完成之後呢，他把這個退票的訊息交給了他下面的所謂的車手或者是集團相關的人員，再透過臨櫃匯款拿到手。那接下來呢，這個錢是因為從實體拿到的，後面就沒有辦法追蹤。學者講，任何會使互金錢對線頂轉為現金的過程，攏是洗錢的款債，應該愛加強查緝。治安專家是講，即要是所謂的支付，就可能成做親像洗錢的管道。行動時應該確認信息的正確性，也應該避免個人認證碼，也閣有利為條碼流出去，也是凊彩去掃描別人生成的 QR code。台灣高鐵這個案件發生了後，佇去年6月暫停台灣 Pay 付錢，並且加強這項票務退錢的機制。等待完成了後，再過來提供相關的服務。記者綜合報道。